有关这个断桥相关的消息，咱会随时报告乡亲知。先来看昨暝做风台，高雄烟花风影真大，有3个查甫人伫咧半暝违法进入去西雅湾的半花来钓鱼，煞全钓离的遐。因为当时这个海影升到3层楼啊悬，消防人员根本无法度挖进。港务局是派出着大型的跳船，国家搜救指挥中心嘛出动着直升机，海陆空透明救援5点外钟，一直到透早风较细，才甲受困的钓客带出来。这座这个救援开将近50万。海底直升机伫半暝伫救人，抑过风影是有够大幅度吊挂。岸边有干部相队甲海巡人员，遮侪人出动，拢是为着要救3名钓客。已经差不多有3层楼啊悬，相对大型的拖船、海巡的舰艇，拢无法度挖进。时间已经经过5点半钟暗，一直到透早的5点半。钓客去返回防波堤。海面风影变较细时，3个钓客伫相对人员的协助之下，为保岸行到安全的所在。3个人违法伫风台期间入到禁区。整合所属第5岸巡队、第5海巡队，并申请空勤总队直升机，并同鼓山消防分队等救援单位驶赴现场。这摆救人海底直升机出动差不多3点钟，每点钟的成本5万块。海巡艇出动差不多5点钟，每点钟的成本差不多4万块。高雄港务局的拖船2台，每一台夜间的费用是12万，总共开将近50万。不过当时因为无灾害发布，3名钓客今日使以违反上港法上班，海陆空救援的费用拢是全民爱出钱。民众你咪讲，真正是浪费社会资源，嘛好救因的人冒险。